四味常見中藥材唔係人人都可以亂食，天然唔等於可以長期自己加量。今日用4個例子講清楚用途同安全邊界。第一味甘草，方劑入面常用作調和諸藥，亦可見於止咳、喉嚨不適的配方。但甘草的甘草酸長期或大量攝取，可能令血壓上升、流鈉流水，甚至令血鉀偏低。本身有高血壓、心臟或腎臟問題，正在用利尿藥或地高辛的人，不要自行長期服用甘草製品。第二味何首烏，先分清楚生何首烏與製何首烏，它不是一個簡單的黑髮保健品。何首烏相關製品曾有肝損傷個案報告，尤其不建議自行長期反覆加量服用。服用後若出現持續疲倦、噁心、尿色變深、眼白或皮膚發黃，要立即停用並盡快求醫。第三味隱參或西洋參，中醫會按體質作補氣等辨證運用，但補氣不等於所有疲倦都適合吃參。有人服後會失眠、心悸，亦可能和部分藥物互相影響。正在服用抗凝血藥、糖尿病藥或本身睡眠差、容易心慌，先讓醫生或註冊中醫判斷，再決定是否適合。第四味黃芪，它常被用作補氣固表的思路，但不是感到疲倦就要自己泡水喝。免疫系統疾病、接受器官移植或正在用免疫抑制劑的人，更要先問專業人士。記住這個原則，中藥材是藥，不是普通零食。慢性病、孕期、長期服藥或者吃完不舒服，先問醫生或註冊中醫。關注 TCM Clinic Running 亭深圳人形堂中醫館，繼續看有根據的中醫科普。